共享單車喺香港係成功定失敗呢？唔知大家又有冇試過踩共享單車？共享單車係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去作為租借嘅，加上香港嘅人口密集咁高，佢就可以作為一個短途出行嘅工具。共享單車亦都可以減少碳排放，對比私家車，佢唔單止唔使用到燃料，仲可以減少碳排放，減少咗區內嘅空氣污染，增加單車嘅出行數字。我諗應該可以減少埋交通擠塞，聽落去可以改善到生活質素添。聽落去都唔錯啊，但係喺香港因為一啲設施嘅問題導致佢失敗咗。第一樣就係基礎設施唔夠，單車徑同埋停泊單車嘅位置都有不足嘅問題，令到啲單車都係泊街或者隨便泊，咁樣影響咗踩單車嘅便利性啦，同埋行人嘅安全性，因為有機會俾單車棘親。第二呢，就係亂泊嘅問題，之前仲有一段時間出現過一堆單車俾人掉咗落河嘅現象，好多人都為咗自己嘅方便或者欠缺公德心啦，就會泊喺啲唔應該泊嘅地方啦。除此之外，可能喺一啲使用率冇咁高嘅地方放咗啲單車喺度，就有機會造成咗資源浪費嘅現象出現啦。仲有好多香港人比較冇公德心啦，隨手將啲垃圾放落單車籃入邊。有啲人可能會拆咗佢嘅零件攞去賣俾啲單車公司啦，有啲人仲將架單車噴其他顏色啦，當成自己嘅單車使用。喺呢啲自私嘅行為下，導致到呢個單車已經失去咗原本嘅用途。所以解決方法應該係我哋應該可以通過教育，設置更多停放站，提供獎勵，甚至係舉辦一啲社區參與嘅活動啦，可以令到更多市民明白到共享單車嘅用途啦。仲可以鼓勵到共享單車使用者唔好亂咁停放佢哋嘅單車。例如好似 local bike 咁樣，佢有一個信譽程度，如果泊車地方唔啱，佢就會扣信譽分，甚至罰款。呢一個獎勵可以即刻起到一個警惕性。而設置停放站方面呢，其實就可以喺一啲交通樞紐或者可能喺一啲地鐵站下邊放多啲可以放共享單車嘅車架，咁啲人就可以更加放到喺一個啱嘅地方啦。最後，而社區方面呢，佢就可以舉辦一啲活動啦，大家去泊單車，邊個泊啱呢就可以有獎勵，咁就可以鼓勵到更多人。例如喺其他國家好似新加坡咁樣就好成功啦，因為佢有好多嘅停泊地方啦，同埋國家政府嘅支持。